同款是安尼问题，云林县卫生局去稽查，发现一种叫做四合一调味料组合，内面的这个咸姜仔粉呢，有掺禁止使用的苏丹红色素。目前位列通路专联福利中心已经全部都记录，县政府也甲专案依照涉嫌为反式案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稽查人员甲红色的番姜仔粉采样，云林县政府今年1月接到民众检举，这款非马牌加用四合一调味料组合，其中的幼粉红番姜仔原料技术有去使用违法的工业用的色素。卫生局采样送验，结果测试出来，验出18 ppb 红叫做苏丹红的苏丹色素3号，已经要求唯一有得卖通路专联停卖。抽验的结果确实含有这个苏丹红这样子不得使用的一个原料那我们全案会移给云林地方检察署后续的来做一个侦办。苏丹红是一种较会伫个油内面溶去，会当做工业用燃料的色素，和国际研证研究机构列作是第3类的致癌物。环境部遮侪当前就公告伊是毒性化学物质。云林县卫生局讲，调味料产品是制成公司到6厂来制作销售，因是向保险企业公司来买红番姜仔粉的原料，这批250公斤的原料做2万罐的调味料，已经卖出17000罐。保险公司负责人话冤枉，讲迄当阵对中国进口原料的时阵，有通过 SGS 和边境查验，冇输入批口。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给客户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有 SGS 检验，然后边境进来的时候都还是有查验的，那个有输入许可可以证明的。有可能会是产生肝癌，或者是在排除过程当中经过这个泌尿道系统产生，尤其是在膀胱癌的部分，在做动物实验室是有发现这个问题，或者是脾脏癌的部分。医师讲，若食到苏丹红是有真侪种癌症的风险。云林县卫生局已经甲专案照涉嫌违反治安法移送云林地检署来侦办。这间公司第一新闻出来进前拢无回应，专联是强调讲第一时间已经甲有问题的商品拢总摕起来啊。消费者若有疑虑，会当摕发票去全国的分店，会当来退货。记者综合报道。